相信大家咧都有留意多倫多嘅房地產嘅。過去上一個月咧，多倫多地產局咧公布咗最新嘅數據咯。佢講啲乜嘢嘢咧？佢就話咧嘅成交嘅數量咧就少咗23%，而放盤嘅數量咧就多咗54%，而出現咗一個咧叫做5:1嘅現象嘅。咩叫5:1咧？即係話5個業主裏邊就有1個可以成功賣出。換句話講，有80%嘅業主咧喺上一個月係冇辦法成功賣出嘅。如果你係一個準業主，又或者之前試過買屋 ，OK 賣幾都賣唔到，嚟緊呢一套片咧，你會好明白，但係當中講嘅心聲嘅。大家好，我係地產三兄妹 Jason Yu， 從事多倫多地產買賣咧都超過20幾年㗎啦。OK， 頭先所講嘅數據咧，會令到個市場 OK 有一啲嘅改變啦。如果你係一個準業主買屋，最煩係乜嘢？最煩就係一路執屋，每日去準備，有好多人嚟睇，如是者喺市場1個月、2個月、3個月一路賣唔到，令到成個生活節奏咧都打亂咗。最煩係乜嘢咧？買屋最煩就係你唔知下一步點做。例如而家已經準備係暑假啦，嚟緊小朋友開學，轉唔轉校好咧？間屋丟空咗，出租好定係 renew mortgage 好咧？又或者今日個市場繼續去賣定係減價錢去賣？各方面嘅因素咧，令到業主好忐忑不安嘅。正因為咁咧，我準備咗一個嘅地產講座。呢一個地產講座咧，主要係幫業主了解下而家個情況。而當中講座咧，我準備咗好多嘅資料咧，點樣幫業主喺今日個市場裏邊成功可以攞到個好啲嘅結果嘅。OK， 因為今日個市場咧有好多嘅變數，例如當中我會講嘅就係有啲屋喺市場上一路都賣唔到，當我接手嘅時候就可以成功賣出。而當中咧，我做咗幾樣嘢去令到佢改變嘅，所以當中會講嘅就係一啲嘅業主點樣嘅賣樓嘅陷阱啦，或者一啲嘅 mistake 點樣可以避免。OK， 而另外咧，我就會講下嚟緊個樓市個去向一啲數據，等大家咧可以更了解喺個數據上面咧做個決定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參加咧，非常簡單嘅啫，我兩種形式，一個咧就係 in person 啦，一個咧就喺網上嘅。如果有興趣咧，以下嘅連結就可以登記㗎啦。如果揾唔到連結，好簡單嘅啫，你發個 message 俾我，有興趣登記，我就會將個連結發俾你。咁你登記咗咧，就可以到時見㗎啦。喺今日嘅市場係比較係波動啲嘅。OK， 我準備咗一啲嘅資料，可以幫你喺今日個市場裏邊更加好把握機會，把握個時機，做好嘅一個決定嘅。OK， 有興趣嘅，到時見你啦。OK，拜拜。